恁半年的路光教育爱有均分，更加还多一项系使用个，爱同4年来天数建立良好嘅饮食观念，不然能有生活的规划嘅能力。一路以来也好高嘅营养午餐哦，如像从事个家私含个卫生，唔会注意到是否后辈嘅环境因素含个情感连接的部分。也个使用呢，要从细开始，故说营养午餐路变做台湾轨道好高，而来实践使用嘅最重要的第一步。从种花嘅海族，伊呢的公立托儿所呢，6年前开始，都向菜地农民提供安全的食材，也会带4年呢去到田丘韩国菜园来看一个饮食作物的生长，韩国饮食农民伊能工作的环境。然后高雄民农嘅福安国时候，伊呢韩国系唔单止哦，有这种。几段强嘅农事体验课程嘅，伊呢当初试的东西，甚至系自家种嘅哟，从头到尾如去参加一个农作物生长嘅过程，为韩国教训提笔涂题。吃这个蚂蚁上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蚂蚁上树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上面呢有绿色的？哎，绿色这是什么？绿色的，对，小黄瓜。19个时间度内，小朋友是连澎湃的好菜，吃到动漫酒。中法海酒2年前开始引入日本人用午餐嘅发放模式，向菜提供主人提供食材。本村用公立托儿所300个小朋友都是来到菜提食材为主嘅人用午餐。饭饭，还有呢？红萝卜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最主要的目的，当然让他们吃得干净，吃得健康，也让他们吃得快乐。那也间接的让他们了解我们本乡的农特产品。希望也他们长大以后更喜欢这个故乡，更爱这个土地。温度嘅盆菜係對自家生長嘅土地落葉，中間人可能就係個標領上，是最多人安全條面，下家人同農場參觀，圖小朋友認識作物。你們有吃過伯伯種的小黃瓜嗎？有，在學校有吃過，好吃嗎？小黃瓜就是像這樣子長大的。叔叔教你，对你試試看，真的不太好採。这个豆子你拿好。我们会针对说看这个课程我们怎么样去融入，然后教导小朋友说这是什么，这是哪个品种的，或者是说请教农夫。小朋友从不知道到知道，对，然后从不爱吃到爱吃。这次是不吃竹片，未来夹在婴儿老土地嘅起力，安东因类更多素材都想隨機盤10天，趕波嚟到農業體驗不同。不過短短就2點鐘嘅體驗，為成嬰兒好多物嘅，其實都有限。佢係一擺，佢係搞甜甜，其實佢冇法度感覺講啊，咁仲係一隻當辛苦嘅事情。本成嬰兒學會專家溫度嘅食物，高雄民農界福安國小就做到當出帶。學校就自家嘅天撈隨熱，希望做到自家時間米盤自家種。安東年內實現強下10天，農民每個類嘅學生兒種出老年是平蟲害。抓瓢蟲啊，它有時候都會躲在葉子的下面，然後都很難抓到，有時候它還會飛走。線上教學嘅專業啊，冇推一個農業部分啦，但是農業嘅部分嘅單一嚟講哦。一增加香港教育嗰度可能性啦，高人農場變做新奇嘅自然教室，未地探索嘅過程度，創造出成嬰兒老農業嘅對話空間。19唔單淨係食飽食好安簡單天天，對身體都幫助，家人長時間嘅親身參加，幫成嬰兒認識農業，未地好幸福感恩。